牧师为我们传讲。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聆听整个上主你的救恩计划。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灵，有一个智慧开通的耳朵，聆听你的话语。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今天读3段经文，都是论到上帝救世的计划。先知以赛亚，他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世界的童贞女怀孕。使徒保罗就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预言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他是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福音呢，就提到有一个人，义人约瑟，他跟上帝同工，成就了上帝的救世工程。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3段里头，有几个人是我们要学习跟效法的榜样。一个是以赛亚，一个一个是保罗，还有约瑟。那另外有一个值得我们警戒的是亚哈斯。那我们今天先来看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预言基督的降生。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原来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这样子：亚述帝国那时候蹂躏了整个近东诸国，所以当时的几个小国，亚兰王，还有以色列王、腓尼基跟腓力士，他们就组成个反亚述联盟。然后呢，他们就胁迫犹大王亚哈斯来加入。那亚哈斯拒绝，所以呢，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就愤怒到不得了。所以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第7章第4节就说，他们两个是个冒烟的火把头。他们愤怒到一个地步，这2国的联军就来压迫，先蹂躏犹大国。那犹大国的约阿斯就非常紧张，这2国联军还得了？以色列就比犹大的国力大4倍，再加上亚兰，加起来到6倍，6比1，他的国家一定被灭亡了。所以，那他一紧张起来，就赶快巡视他们耶路撒冷城的那个蓄水池到底够不够。7章3节，那个上帝就感动以赛亚，带着他儿子2个人就到蓄水池那里去见王。他说：“王啊，你一直认为国家军粮充足，武器设备一流，加上有好的补给，这样的资源就够了吗？你忽略了最伟大的资源，更好的资源就是信赖上帝。所以，请你信赖上帝啊！你不要怕，你如果与上帝同行，就好像我们父子同行一样，那你就根本不用恐惧害怕，因为不久亚兰国被灭亡，以法莲就以色列也不久要衰亡。但是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也活不了多久。”结果，上帝为了要以赛亚为了增添亚哈斯信赖上帝，上帝就给他一个恩典，说：“来，亚哈斯，他对王亚哈斯说：‘亚哈斯王啊，请你的上帝要求你寻求一个征兆，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直白的说，亚哈斯啊，你跟上帝求神迹啦，证明上帝讲的话是对的，是真的啦。这个因为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你可以求在阴府里面的深处，或者求上天的高处，上帝一定应允。”结果呢，亚哈斯这个人不信上帝，他自己已经打算好了，我要臣服亚述，我要向亚述进贡，寻求亚述的复辟，然后亚述从北打来，然后我从南打上去，就把亚兰跟以色列夹攻。所以他就不接受征兆，
那亚哈斯不接受征兆，不接受这个兆头征兆神迹，他就自以为意的愚顽的说：“我不求征兆，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讲的这么冠冕堂皇，竟把先知给上帝给他的机会当作试探上帝。其实他根本就不愿意合作，不肯要求上帝，不愿上帝介入，他用自己的办法跟想法。哎呀，以赛亚当然不会被骗了，他是个先知啊，他就谴责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呢？你们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13节，他说：“你已经惹了2个王火把头了，你还要惹上帝？我告诉你，你得罪人哦，小事啊；得罪上帝是大事了。”结果亚哈斯蜂拥到底，他就赶快去迎合呢亚述王，然后呢交出了他上帝圣殿跟君王府库的一切财宝来取悦亚述王，然后呢他还要表明我的诚意，我不只把金银都给你哦，我连敬拜上帝的那个府库，上帝的那个敬拜的器具，我也敢给你，我敢违背你的上帝。来，你的神。因为当时流行2个国打仗啊，那个大国会把小国打败呢，就是他背后的大神赢过你这小国的神，这样了解吗？所以他就这样了，亚述啊，你的神一定比我大，所以我把我神呢的用品就要这样去谄媚的结果，你知道吗？他还说你的神是谁？他的神是那个亚瑟拉，那个亚瑟拉的神像呢拿过来，我拿到我的圣殿里面拜。你知道吗？亚哈斯是犹大王里面唯一敢把外国的偶像神明请到自己的圣殿中，他不但自己膜拜，而且还强迫他所有人民都膜拜。所以上帝就用亚述作为惩罚的工具，像剃头刀一样，把整个那个犹大地全部扫荡，而且良田荒芜，屋宇倒塌，遍地凄厉。那个亚述国这个人够狠，这个国家够狠。一来的时候，以色列所有的树木砍光光。那以后全世界只要有人进入迦南地，都学他们。所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那些老农民啊。老农民就是以亚战争那个老农民，他们就是在照顾那个树，很忠心的。他说：“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们亲自种的，亲自看它长大的。那些各国的人来打我们的时候，都把我们的树砍光光。那现在你到以色列就是这样。好，尽管亚哈斯傲慢不信，拒绝跟上帝同工，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他还是乐意拯救犹大，所以。他说：“你不给我，你不信征兆，我还是给你征兆。”他的征兆说：“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到淡江我曾经去记下来说我是基督徒，结果他们就很高兴。我到时候去成功岭，考完淡江以后就去成功岭，他就给我写一封信，写最后祝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4个字都懂，合起来不懂。什么叫以马内利呢？那我就给他回信，写着祝以牛内利，牛对马。以马内利的希伯来我们叫以马努埃尔，以马努埃尔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啦。我那时候不晓得，以为是牛对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不信，你脱不了亚述的那个。但是呢，童女怀孕，意思是说，你的这个童女当然也可以当做妇女。他说，你宫中里面有一位你的皇后会生一个儿子，那个儿子生下来是很软弱，像婴儿一样。但是呢，因为有上帝同在，他就大有能力，所以你就不用害怕。你知道吗？最后，这个他的儿子生下来以后，
就是整个亚述帝国一打的时候，最后的亚述帝国整个一夜间整个失败，然后逃走那个他的儿子。好，在旧约里面，上主借着先知宣告给他子民的信息，在新约里面更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救恩。这个怀孕的童贞女就是玛利亚，而这个生下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取名叫以马内利。他要将悖逆的人转向上帝，领受永生之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的悖逆，人的不信，但是上帝仍然主动的施恩，施展他奇妙的作为跟大能。即使我们未向上帝求，甚至有不信的时候，但是上帝还是乐意给我们恩典。他是一个不断施恩拯救的主，他用无限的慷慨来跟我们相遇。所以约翰说，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上帝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期要满心的欢喜，这个上帝主动的爱，我们应该去领受，而不要像亚哈斯那样子一直愚顽。愚顽就是愚笨加顽固了。因为我上次讲愚顽的一个姐妹说，牧师，你别给我讲愚顽哦，我们不是愚顽啊。不要成为愚顽的人。他说：“哦，牧师，你给我卖讲愚顽哦，那个愚顽就是愚蠢又顽固。上帝给他恩典了，给他记号了，不要，还在那边自以为是。好，那接着我们来效法第二个人，我们要效法以赛亚的父子，敢对君王，明知君王不信，还是愿意告诉他，因为那是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重罪犯。即使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悖逆他、故意否认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我们接着来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介绍耶稣基督呢？他说，罗马书1章1到7节啊，是给他的问安，其实里面有5节在解释这个福音。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然后接着就一直解释福音。那我们今天来看他怎么解释福音。他说，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圣经上所应许的，意思就是上帝众先知所应许的，包括以赛亚所应许的那个以马内利，那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事实都已经应验了。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上帝表明出来。这位独生子来到我们人间，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以赛亚的预言已经成就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介绍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众先知所应许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保罗由近而远，先说到基督的人性，是大卫王的后裔，也是个君王。他的真人是因为他是取自大卫王的后裔，这蛮有趣的。那个约瑟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妻子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这两边这样下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他又再一次揭示这位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位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人，他也是上帝之子，是上帝的神性彰显在他的复活的事实上。因为上帝的儿子怎么证明呢？我们从人看，他是大卫之子啊，他只不过是玛利亚的儿子啊，是人啊。可是按照基督的神性来说，他是以上帝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来代替人赎罪的救主。他的人性被钉死以后，他的神性完全能的从死中复活。所以因为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如今他现在进入了上帝的国度里面，重返天国，坐在圣父的右边。所以圣保罗就强调，基督的降生、苦难、死亡、复活、升天，就是我们教会核心的信仰。
然后保罗就说，这个核心的信仰就是上帝的恩惠，白白的恩典啊！因为这个恩典，我接受了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信从真道。所以保罗就讲，那个基督的降生是一个奥秘，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就是福音。所以我领受这个福音，就要传到地极。然后呢，他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的人。”保罗就论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他因为人的儿子是一个义人，所以他才有资格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他是神，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复活以后，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的救恩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就要信服真道，信服真道，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成为一个荣耀耶稣圣名的人。福音是救恩的喜讯，这个救恩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是真人又真神。他不只是上帝与人中间的中保，更赐下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上帝的家庭，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保罗就讲这个福音。保罗把这个福音很浓缩的讲解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书，马太福音1章18节到25节。因为我们今年是我们教会的年历用甲乙丙丁3年，今年是甲年，我们读的是马太。那马太在写耶稣基督蛮特殊的，他用族谱先交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有圆满的人性，所以那个族谱很长，对不对？马太福音1章1节到17节。我刚信主的时候读了以后，我说：“哎呀，怎么圣经都像电话簿一样，那么多人，又没有电话号码？”是怎么这么读得下去啊？那时候蛮辛苦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了。有一次有2个人2个人在那里面看书啊，在医院里面看书啊。他说：“哎呀，这里面的人物太多了啦，但是呢写得很简洁。”就是一直2个人一直翻，结果那个护士说：“赶快拿过来的，你干嘛拿电话簿拿走呢？”因为那是在精神病院啊。那时候我在看那个马太福音1章那个族谱，以后才了解了。原来马太在介绍我们，耶稣基督有圆满的人性，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是整个都是有脉络的。而且7、7、7、14、14、14，意思就是什么？14就是7的2倍，7就是圆满。然后呢，3个14就是3是圣的神圣的。因为以色列由希伯来文，他们讲话比较级就是讲2次，最高级是讲3次，所以圣哉圣哉圣哉是最神圣的最神圣是归给上帝，所以表示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双倍的7那么圆满，加上再3倍的双倍的7，那就是最完满最完满的，就是有圆满的人性。然后再用梦来报告约瑟说，耶稣是从圣灵而生，名叫耶稣，又叫以马内利。所以马太的全书用族谱开始，然后最后结束是以马内利。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传福音给他们施洗。然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人性跟神性首尾相合。那我们今天读的那个马太福音1章18节到25节呢，是降临期的时候，那个约瑟是从那个马太是从约瑟的角度来报告天使对约瑟报喜马太报道说，马太特别报道那路加呢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跟玛利亚报喜。好，那马太呢？等一下我们读那个报喜，这个蛮可爱的，一共有8节，那每2节报一个信息，那一共有4个信息。马太这个人在报道的时候特别强调耶稣为什么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然后呢，以赛亚的预言里面童贞女怀孕
这两个是他的报道啊，请注意哦，那个耶稣的名字哦，耶稣是名字就会叫约书亚，不是姓耶啦。我一个朋友说，哈，耶稣姓耶，他跟耶和华两个是兄弟。我说昏倒啊！因为他们两个都姓耶。我说你这个张冠李戴吧。还有他有一个更夸张，他说我知道了，我要听一个牧师讲道，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旧约的扫罗，对，大卫追杀扫罗王，结果扫罗王逃到大马士革，遇见耶稣就变成扫罗。大彻大悟就变成扫罗，我的张冠李戴。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他将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来了解。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义人约瑟，这个见证很美。来，我们来了解义人约瑟。我们在将临期要学习像约瑟这样的人。来，我们来看第1章18节到19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你知道吗？按照犹太的风俗，订婚以后就是法律上的合法的夫妻，彼此都称丈夫跟妻子，他们不称未婚妻跟未婚夫。然后，但是迎娶以后，才真正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才开始同房。所以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怀孕。约瑟发现他自己未过门的妻子怀孕了，原因不明，但是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孩子。这就是男人的痛苦，孩子生下一定是母亲的，同意吗？不见得是爸爸的，是不是？那如果是爸爸的，那受遗传的影响；如果像邻居呢？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他说，玛利亚的孩子怎么会生这孩子，怎么怀孕呢？所以他很难过。如果他是个义人，你知道吗？义人就是遵守律法的人，他很焦虑。按照《申命记》22章23节到27节，就理当解除婚约。不止解除婚约，还要把不贞的妻子，因为已经订婚了，算是妻子了，把她拉到城门口，让城里面的人用石头把她砸死。因为他严重的羞辱了他的夫家，还有他的父母的父家的荣誉。可是这一位约瑟，他不愿意揭发。为什么？因为一揭发，玛利亚难堪，两个家族都蒙羞，他也不愿意按法律来求偿，而且他还很得体、很体会，他只悄悄的约了2个秘密证人。一起解除婚约，不大肆张扬，不公开羞辱，也不用暴力，甚至落井下石。好，那我们再来谈，圣经说他是义人，犹太人称义人是指着完全遵守上帝律法，而且服从上帝旨意，无可指责的人。而约瑟竟然让他的妻子玛利亚躲过法律的制裁，那这怎么称为义人呢？了解吗？你读圣经有没有会注意到？读圣经的时候一读说，哇，这怎么是义人呢？很显然，这个义人是从基督徒的观点，从新约的观点来看，新约认为的义人跟旧约不一样，是指着相信上帝的应许，凡是信赖上帝的人，用仁慈怜悯来待人，事事讨上帝的喜悦。换句话说，义的意思是领受上帝白白的恩典，然后呢，以恩待人，领受上帝白白的爱，以爱待人，这个才叫做义人，用合一的行动来回应主的恩典。所以约瑟称为义人是新约的观点，他处理这个两难的问题，他做得两全其美。但是这个两全其美之下，他是做着极大的牺牲。为什么？因为他并非以严峻冷酷的维护自己的权利，硬要把对方扎死，或者起码要求了赔偿。所以马太在这里诠释什么叫义人？义人就是对人有怜悯心而能够网开一面的人。这里就让我们学习
学习约瑟遭遇两难的时候，既尊重律法，又看重慈悲怜悯胜于公义。他抛掉他心中的焦虑、扫兴、怨恨。难道你公开的羞辱，或者用石头砸死他所爱的妻子，这样就能够得到补偿吗？不可能啊，只是逞一时之快，泄愤而已啊。所以他暗暗的想把他休了。这一句话里面带出他惊人的痛心啊，因为约瑟对玛利亚的纯真、荣誉、慷慨的爱，他渴望跟玛利亚相思相守，因为不渴望在一起的爱不是真爱啊。因此，约瑟全心全意等候跟玛利亚结合，结果这时候她已经怀孕了，这不可能再结合了。所以他面对的考验跟亚伯拉罕一样很相似，要他放弃他心中的至宝。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啊，他本来到处都足坛敬拜上帝，自从上帝给他儿子以后呢，他天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敬拜他的儿子，了解吗？因为100岁才生啊，老来子嘛。所以上帝怎么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你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你唯一的儿子以撒，讲3遍，你知道吗？3遍的意思你知道，最高级了。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你把你儿子当上帝了，你把他献在摩利亚山走3天。那亚伯拉罕痛啊，了解吗？那痛啊。所以当亚伯拉罕真正要献的时候，上帝就说亚伯拉罕不可以。结果呢，就用羊来替代他。然后上帝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亚伯拉罕，你没有把你所爱的儿子不留下不给我，所以论福我要怎么？”其实这句话就是在讲上帝啊，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不把他留下不给我们，了解吗？耶稣基督愿意给我们。这时候约瑟呢，他放弃心中的至宝，他最爱的人，所以他在接受报梦以前，他已经决定采用慈悲怜悯的方法，暗中解除婚约。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啊，应有的胸襟跟智慧，慈悲而不流于放纵，公义而不施于刻薄。只有领受感受上帝恩典的人，才有这种胸襟，以恩待人。只有被上帝所怜悯的人，才对人产生怜悯。好，这是第一个义人约瑟的忧虑。好，我们来看第2段。约瑟在梦中得到信息，圣经上这样记载20节到21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约瑟在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可是约瑟在思念这事，表示约瑟很谨慎，他想突破这个困局，给双方找下台阶。在这关键的时刻，上帝的智慧就介入了，他差派天使在梦中跟约瑟显现，解释真相。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句话具有莫大的释放的能力，充满了光明，让约瑟了解说，你解决的办法虽然两全其美，但不是上帝所要的。所以约瑟的焦虑就一扫而空，然后他痛苦马上解除，他就坚定的相信，照上帝的话，不管亲友社会怎么看，他把玛利亚娶过来。上帝要为他打开了一条相思相守、爱跟幸福的道路。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瑟他被启示的那个耶稣的身份。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大卫的子孙，玛利亚的丈夫。”这约翰福音，这马太福音1章16节。然后天使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约瑟，所以呢，他名义上是耶稣基督的父亲，所以耶稣就成为大卫的子孙，就标榜这个耶稣的人性。然后呢，又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表明马太福音叙述的耶稣不只是人性，他也是经由圣灵怀孕，完全不涉及任何两性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是救世主。这是任何宗教文化里面所没有的。希腊文化里面也有那个童贞女生育了，但是都是跟那个神明交媾了，不是那个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幕，天使解释这个信息。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上帝借着以赛亚向亚哈斯所说的预言，现在实现了。那马太把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预言，整个在这里就清晰起来了。因为旧约里面是个兆头，是一个象征，而现在生下来这个孩子是上帝道成肉身，保证我们跟上帝合而为一，也保证上帝临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叫做以马内利。旧约里面的只是一个征兆，现在才是事实，所以证实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马太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明，耶稣不只是个救世主，也是有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贯连在整个福音书当中。好，我在这里简单插播一下，你们知道那个相信独一真神的，还有犹太教跟什么？跟伊斯兰，对不对？伊斯兰是独神论，那基督教叫做独一神论。那独神论跟独一神论差别在哪里？独神论是认为只有一位神，他是至高的，他是最伟大的，而且我们人对他只有顺服，没有别的路。所以不顺服的杀，了解吗？那个基督教的独一神论是我们只相信一位神，但这个神有三个位格，天父是在天上，高高在上，最遥远的天父，但是他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是陪伴我们。然后呢，圣子要离世以前，跟天父共同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上帝呢，是远处的上帝，也是近处的上帝，也是在我们心中的上帝。上帝是超乎众人之上，住在众人中间，又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上帝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上帝，而陪伴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随时陪伴我们。他对我们呢，既尊重又怎么样？又亲密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的上帝就变成什么样？是一个怜悯的。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变成充满怜悯的信仰，又充满了亲密的信仰。那个独神论的信仰产生的地方就是独裁政治啊，了解吗？独裁政治只有顺服，所以他的那个独神论的他的代表，就是变成高压跟那个 OK。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圆满的结束，请看24节跟25节。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把他妻子娶了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取名叫耶稣。好，来，约瑟一得到启示，就立刻照着上帝的旨意去遵行，所以他就成为上帝救恩计划的同工。他把他的未婚妻迎娶过门，使耶稣得以平安的经由玛利亚降生，而且保全了他的名誉。他自己也欣然的成为耶稣合法的父亲，并且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梦见天使的义人，他其实有3重任务。他第一个，他保护弥赛亚的一生，保护他们这个家庭，而且还引领他们进出埃及，马太2章13到14，然后回国定居，落户在拿撒勒。所以你们发现，那个圣约瑟他默默的遵行上帝的话语，
他用热情、用谦卑、用坚信来迎接主耶稣的到临。他的一生为耶稣而活，他是我们准备圣诞节迎接主耶稣来临的典范，也是我们学习与上帝同在、一起生活的榜样。所以路加福音凸显玛利亚，玛利亚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玛利亚，玛利亚就接纳耶稣基督进入他的腹中。而马太为了犹太的读者，他强调约瑟接纳耶稣，他说：“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娶了过来。”那这里很有趣的是，马太福音在讲约瑟其实在对比旧约的约瑟，因为新约跟旧约的约瑟，他们两个的老爸都叫做雅各，他们两个都从梦中得到启示，两个人都非常的公义，但是又带着慈爱，而且他们两个都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屡跌屡起。旧约的约瑟因为解梦成为埃及的宰相，拯救了以色列人免于饥饿，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而新约的约瑟接受了梦中的启示，带领耶稣上帝的拯救，来临到这世界，拯救全世界的人。那旧约是新约的渊源跟根底，而新约是旧约的应验跟圆满。这两个做对比。好，最后我们要谈的一点就是，今天的信息其实不是在这几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典范而已。今天的焦点是耶稣的名字，上帝的拯救。好，这段记载用双重的方式来宣告这位神圣婴孩的意义。首先，约瑟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的希腊文耶稣斯，耶稣斯是希腊文，他的希伯来文叫约书亚，约书亚，就好像新约的马吕亚是希腊文，他的希伯来文叫米利安，西班牙文就是马丹娜，就是那个唱歌马丹娜，这就是不同的文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创造宇宙万有、管理宇宙万有的上帝，亲自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所以，那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跟犹太人取的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像我的名字叫什么启风，就是我的生命里面吹土嘛，五行里面吹土嘛。所以还好我爸爸没有给我取名叫阿土，对不对？阿土，取名土的不然有土字旁的，最多的土的就是山的土最多嘛。山的土呢，有土呢没有把它挖出来不行嘛，所以要把它挖出来，所以叫起风嘛，就这样子，我吹土。那个呢，耶稣的名字呢，他们取的名字就是上帝给他的父母给他的祝福，或者上帝给他的祝福，所以跟他的使命有关系。他是借着耶稣，所以呢，要借着耶稣的生活宣讲治医病赶鬼跟死亡复活，把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先是以色列人，或是全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马太的耶稣不只是一位良师，教导真理，也不只是一位典范，让我们学习，也不只是一个医治者，使我得到健康，也不只是一个那个使我成功者，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那为什么圣经老是讲到人的罪呢？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真的很不服气。我觉得我只不过有一些必要的不成熟，跟崔献美什么罪呢？讲到罪，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所以很不服气。其实圣经上讲的罪，不是法律上的刑法的罪，是指的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应当做的没有做到，不应当做的反去做，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可能达到圣。孔子也说了，他说：“假我若圣与人，则无其感。我哪里敢说我是圣人跟人呢？假我以数年，50以随意
50以学周易啊，可以无大过矣。换句话说，孔子认为他学了周易哦，会算哦，只是没有大过了，大过不犯了，但是小错不断了。同意吗？所以他就会很谦卑。好，所以呢，我们不喜欢听，也不承认圣经论及我们的罪，我们也常常不要那位赦免我们罪的救主。我们反而希望耶稣是解决我们难题的救主，是解决我们难题，使我们成功，使我婚姻美满，使我儿孙满堂，对不对？使我怎么样？哦，行好心中总管，哦，娶某呢，哦，建会好规矩，哦，都好处。其实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他知道我们人生最深层的需要是什么，就是罪要得到赦免，包括我们不认识他、否定他那个。所以降临期的时候，我们要默想那一位创造万物的主，他卧在一个卑贱臭味的马槽里，睡在粗糙的稻草上，而我们这一些人竟然高傲到一个地步，不肯受一点苦。荣耀的君王为我受苦，而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连卧薪柴都不配啊，对不对？连长胆都不配啊。而我们躺在舒适的床铺上，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福分，而不感恩。我们太骄傲、太舒服、太自私了。我们很难得为别人牺牲，受一点苦。上帝的儿子以马内利，为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不肯为人牺牲的罪人，而躺卧在马槽里，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是要拯救我们，包括我们内在的自私、自以为义，包括不肯为人牺牲奉献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就不断的降卑自己、剥夺自己，一直卑贱，不止在马槽里，在旷野受试探，然后在比拉多手下受内待，钉死在十字架上。包括他最后受到最严厉的是他跟上帝隔绝。耶稣就是那样为你为我，要把我们从一切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现在已经拯救了，所以我们只要愿意信耶稣基督，不止拯救我们、释放我们，并且把恩典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把我从一切高傲跟自私的罪都要得到释放。感谢主，以马内利就是这样做，他就是要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些人就要学习像约瑟一样，领受了神的恩典，以恩报恩，领受神的爱，以爱还爱。所以我们要用恩典待人，而不是用工具性的操作性的待人。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缺乏恩典。父母教生儿育女，叫养鸡骨防饥啊，养儿防老。然后生儿女要光宗耀祖，对不对？带了妻子呢，娶了妻子呢，哇，希望怎么样？我们都是对人都没有恩。基督的信仰带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就这个 grace 是一个 responsible grace， 负责任的领受恩典。这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同在了。所以，请问上帝与约瑟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上帝大卫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的目的是使别人因我们蒙福。耶稣基督以马内利，是福气临到我们，福到，到了以后就要分享出去。所以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的季节。然后这个礼拜我们欢迎大家把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晚会。然后呢，一家一道菜的时候，你把你的好朋友邀来啊。如果愿意来的话呢，你就帮他多出一点菜，然后欢迎他不用带菜就可以来，好来领受这个恩典。好，我们教会的午餐基本上也是恩典，没有收费。好啊，所以呢，请你用负责任的态度啊，大家以恩报恩。好，还有人没有来的时候，不要全部都吃光。我们大家彼此恩待。啊，所以夫妻呢也彼此恩待，父子也彼此恩待，让我们成为一个用恩典满满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来了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
你来了，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满满的恩典。主啊，在降临期的阶段，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这一些人成为一个报恩的人、感恩的人，以及我们领受你的赐福，我们也成为一个对上帝去称颂的人，对人去祝福的人。主啊，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学习以赛亚，父子同行，与你同行。我们也学习玛丽，学习保罗，把福音传讲的完整跟清楚，把神的恩典分享给人，也让我们学习约瑟是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准备救恩的高峰跟典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